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第13轮的疫苗早起接点开放注文。药房方面，注文的状况是真顺利。这个青少年组 BNT 的疫苗，到顶个月27号为止，是来发生到19例心肌炎的案例，互家长是会担心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即摆是规划青少年组第2剂，为原先的21天延长到6礼拜42天，互2剂让较久咧。另外，有关这个疫苗的救济，立委陈玉珍是批评到指挥中心，明明都有表明讲要将款来认定，但是也是甲人民的认知落差真大。希望卫福部会当加一点同理心。总算等到第13轮的疫苗开放注文，即摆毋但是 BNT 加 AZ 第2剂全年龄开放，50岁以上民众要注第1剂，还有 BNT 加 AZ 2种拢会使拣。有人偷偷摕健保卡去邮局，由药师协助操作。早起是 BNT， 下晡是 AZ， 那操作上也相当的顺畅。过来头一剂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70%，12岁到17岁青少年 BNT 的注射率有8成8。不过，为9月份开始至到10月27，已经有19例心脏发炎的案例，引起家长对注第2剂有顾虑。但是中是安尼讲的，从3周拉长到6周。对，我们希望拉到差不多至少到6周左右。好，让他就是缓冲的时间长一点。对。指挥中心议员希望青少年会使注2针，对着注疫苗了出现不良的反应，目前国内AZ疫苗已经注1238万剂，注了后死亡的个案是728人。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公布最新的结果，目前总共完成13个AZ注射人的申请案，敢若其中一个桃园的查甫人发生血甲甲AZ疫苗有关系，得到救济金90万元，这是国内目前上悬受害救济金额。其他12人，敢若2个人得到伤重补助金30万元。如果是无关，就是他觉得就真的是在科学证据上面是无关。那你们真的有站在这个民众的角度去从宽认定吗？会，我们一定会这样做。立委认为卫福部的科学认定甲民众的感觉差伤济，但市长表示讲，审议的速度会加紧，嘛会定期甲民众做报告。